要我说的是，今天来到你的家，就是为了给你传播这个教导，12课的教导，就是那个一神教的教导是来自魔鬼。我们今天就是要说到这个主题呢，这个教导是来自魔鬼。我们先阅读一下，先念一下这个上帝的道。这个读完之后，我们就一起祷告。你这个上帝的道的话，你要记住好，在约翰二书，在约翰二书这个就是让你们的相通一下就是你们所提供的要思考好，我们要念好这个约翰二书。翻译过也无说的教训就不这样说着。就没有神章说的，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这个我们通过这个经文的话，就让我们的思考所以我们要，我在问你们好，我是要说的大神西点，我来到你的家，我今天来到你的家。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这个一神教的教导是来自魔鬼，所以说这个教导的话都是要下地狱那里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就是翻译过这个教训的话，要是教训的话不这样说着就没有神。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没有神的话，就是他们都是在犯罪，并且总说这个是调解。这个一神教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来自魔鬼因为他们说按照那个时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幅画，因为这个幅我们通过这个图片的话，如果让我们给明白。我们先把这个图片，然后把这个放在答案那里，为了给教我们的尽力的解释的话，这个已经有了，这个我们一看了就已经有了，然后我们的就是对那些医生教这个教的话，他们是怎么说呢？他们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按照时代，起初他们的想法，就说起初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还没有讲世界的话，他们就是说父等于生父等于儿子。等于上令的，就是我们把它讲成的 FM。按照他们的道理的话，就是按照那个时代。他说这个生父就这个父来这里的时候，就是来到在那个契约的亲属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个契约亲属的时候就有父然后这个子，这个儿子就是在那个新约亲属的和亲属。还有那个生灵的话，就是在要后说的后面的我把它写在就是在要后说的后面，就是说要说离去的时候，去的过后。要无说就是因为他们是耶稣但是我们这边是这个要无说，那我们就把它算了，我们就把它耶稣因为他们所拜的就是耶稣，就是在那个上帝的孩子后面，接着就是他，那我们就这边写的是儿子就是按照他们的道理的话，他们就是那个父等于儿子等于上帝，但是我们通过那个上次课的这教导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因为父和儿子是不一样的，因为就是那个父差那个儿子来这里这个就是他们不会同等。我们先看一下，就是那个父，关于那个父和儿子，今天的教授就是应该是不长的，不那么长，但是按照那个情况吧，应该是按照情况，这个教导是真的教导，因为根据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在那个启示录的话，我们就是一起读下那个启示录，按照他们的教导的话，就是说这个儿子，这个是在哪儿？
因为这边还有很多孵化的，很多突变的，很多突变。就是这一张图片了，那我们就重新的画图，我们重新修，就来重新写吧。根据他们的说法的话，就是这个儿子，这个父，我先把它截图之后就放在那个档那里。根据他们的教导。我就对你们慢慢的解释的话，我们那就不用那么不用急啊。我再重新画个图，这个就是对那个一神教的教导，我们就是重新画一下。他们说就是是那个父等于儿子等于圣灵的，就是那个上帝的父耶和华的宝座。你们要看一下这个帮助的想法，他们帮助的想法就是那个父耶和华，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图片的话，为了让我们更明白这个他们的道理，这个一神教是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儿子，这个儿子拿着是什么？他在右手上就是拿那个书卷的，我们把这个书卷的，就是这一本书卷的，就是画绿序的，是这样画的，就是他们按照他们那个的一神教的道理的话，因为这个情况就是已经发生在顶上殿的，我们就把这边写顶上殿。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在顶上殿的，然后对那个神教来说的话，就是那个儿子来回到顶上殿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但是他本来就是这个父就是这个上帝父因为他说上帝父是一为体我把这个就是在形式在作为一为个人形式的就这样假如说他是就是作为一个人形式的话，那这个想法这个情况合理不合理呀？因为他们在那个神教的人都是在总说的那个是条件，按照那个申命记第20第三章，因为根据这个教导的话，就是那个第10条就说除了我以为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申命记不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20章第3章，我们把这个要写好一点了，就是按照那个出埃及记第20章第3章，这个就是表示他们在总说这个是条件，因为他们一直坚持说就是一位神，按照那个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三节你们先把这个就是把这个移过去的话，就是不要把那个经文的不看见了。按照这个道理的话，就是他们说只有一位上帝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个人，这个为人的话，就是在顶上殿的，就是他作为人的形式，但是他本来就是上帝父亲的，就是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上帝。但是他们都也用各种的形式来发现的，
因为这个就是个大一个问题，我们就不说，现在不说那个上帝的，就是由于他那个他身份是上帝的话，他说他来这里的时候，就是然后这个就是他变这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变也是等于上帝的，就是说这个父也是等于上帝，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是在违反我们那个是上课的教训，这第11课的教训的，因为父差生的儿子，然后儿子差遣的上令的，但是到那个顶上殿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们是作为人的时候就显示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儿子就是一个羔羊，还有一个人子，因为这个羔羊就是人子。这个羔羊的话就是人子，因为他是个羔羊的话就别杀了，就是在父亲的面前的做一个贡献的，但是这个羔羊不是别的，乃是人子。这个我再给你们的强调一下，这个羔羊就是人子，那这个我说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的。那你说他是要当上帝的话，那上帝难道是别人的吗？因为上帝是非人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上帝的话，就是在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上帝的道请你们稍等一下了。你们就是在那个屏幕上面可以看得到啊。只有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2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的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将是为人的受膏者，就是是讲为人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的话，这个上帝，这位上帝难道当为人的话，我们就是在那个就是这个经文说是上帝非人的，就是在那个民数记应该是第23章第19节。民数记第23章，我们就是来一下这个，来念一下这个上帝的话，我们就这个情况那合理不合理啊？因为这边就是那个法律记载说是上帝非人的，因为然后就是他就是为这个就是这个儿子就是等于父，上帝父啊，神非人的。必不知说谎的，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也无说就是个人子，他是那个玛利亚生的，约瑟的。有人说是这个，就是他那个母亲，他的名字就是玛利亚嘛。这个都是因为他们听出那个伊斯兰教的话，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伊斯兰教的所有的教导，你们要当考虑好。因为我真的有一件事情的让我不明白，因为本命的话，你们可以查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天主教的罗马天主教的圣经他就是说玛利亚，然后他们就说莫名其妙找到这个米量嘛，因为然后把那个阿拉伯名字别这样说的。也可能是就是有相同的名字，应该不会随便了。这个就是我提供你们的人力为了这个就是提供你们的人力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你们不会除掉你们的罪。我们今天所以我们就不刚说这个问题的话，因为他的名字不会
的没谁罪这说我们都是按照那个人想的话，不会太随便了。因为我们来对下这个就是上帝。神非人的，必不知说谎的。因为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的话，就是上帝亚胡说就是为人的，那这个就是表示这个儿子不是上帝的父亲的，因为上帝的父亲他说我神非人的，必不知说谎的，也非人子。非人子，因为亚胡说他是人子，他说就是人子。他说你们都是在看到那个人子看到，然后那个王族的都向他哀哭，去那个这边的就是说那个经上记着说神不是人子。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人子的经文的，我把那个许多的经文都给你们看了，我们就是一起看了。我们就是在那，因为关于这个人子的经文的话，有许多太多了我们就是要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了。我们就是在那个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第14节。不是，我们就是要看别的，因为这个对我们是比较复杂。我们就是可以直接看一下那个我说那个考研的，这个我们已经学过了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那个关于那个人子，在启示录第1章13节。等待中间的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的成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的金带。这就是亚胡说我们看到这个人子这边所说的就是亚胡说，我们就在说，我们继续看那个下面的经文的启示录第1章13节。这个是13节，就是我们现在读那个14节，他的头与发洁白，他的头发与洁白如白，羊毛如雪。我们再读一遍。等待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成衣，直垂到脚，胸间的束着金带。这就是那个人子。这个人子是谁呀？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灯的火焰，脚好像的在路中的锻炼的光明的铜，声音的如灯中的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的，从他口中的出了一把两人的利剑，面貌如同的烈日的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不要！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属神的，我是我活的。18节，又是那从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远的。”这边那个人他说他已经曾死过了，哪里有上帝已经死过了？因为这个上帝父他不会当人子，也从来没有死过。去那个按照那个民书记的，就是上帝非人的，这个是第一件事儿。
这边圣经记着说，这个耶和华就是大是人子。最圣经的就是在民数记第23章第19的话，他就是上帝是废人的，不必后悔的。这个就是有相反的经文，因为这个上帝不废人的，却也无说是人的，那这个就是说明的也无说不会永远不会跟上帝啊，因为也无说是为人的话，也无说是人子，父亲爱的父是废人子，所以你们把他当平等的话，就是你们就是个魔鬼呀，在摩西的无尽的话就是说了，他不是他废人的，他废人子，所以你把他当人的当为人的话，你想跟他的儿子平等的话，就是你们魔鬼，你们都知道你们所做的，所以都是违反的，违反上进的，这就是你们说那个总说那个小掉进的后果。现在真相大败了，上帝就是一个，儿子也是另外一个，我们把他们说起来的时候，就是在商量中的，就是有两个上帝可以敬拜，所有跟随这个教导的话，就除掉罪也不再犯罪，因为上帝真正的上帝的儿子他说不要再犯罪，没有人能除掉这个罪，通过你们所敬拜所崇拜的教导非常危险的。这个是第二件事的说明上帝的道就是说他是活着在十八，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远的，并且那死亡的和阴间的钥匙，他说他已经曾死过了。我们把这个画下，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上帝的话里面，你们说就是那个上帝父等于呀，我说儿子，他为这个上帝的说他已经曾死过。你们就是我们个个都有想和有考虑好，他说他已经曾死过，就是他是受限的有模糊的，他说他已经死过的，他怎么跟那个父上帝父一样的，他们都是受限的，这就是就是那个真理平等的质量。因为他是个父儿子，但是他们的质量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伟大，一个是小的，他是生的，他是被生的。那上经说他已经曾死过，所以上经说这个上帝父是永远不会死掉了。我们就是要看下大经，他不会死掉，上帝父亲不会死。这个是怎么有平等的？在请你有注意听到，要认真听的，记住录第4章，在第八章就是我们开始的，我们一起听那个，就是听上电的，他们当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听。四湖5个有6个翅膀，遍地内都满了，遍地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神在，诸神的。第10节。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着宝座面前敬拜那活的永远的就是活到永远的，不是没曾死过的，这边就是活到永远。那对那这个就是那个一神教的道理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真是说胡说八道，因为这边上帝的父亲他说他是废人的，他是神的废人的，必不祝贺，必不撒谎的。那这边就通过这个上经的话，就是他说他是活到永远的，然后他们做什么？他们有敬拜
敬拜呢，活到永远的，那就是那个父亲坐着那个宝座，他是永远活到永远的，就是意思就是他从不死过，那就是那个是一神教的想法。他们是都把那个父亲的和儿子平等的话，那这个就是这边父亲的上帝父，但是他没有死过，他是活到永远的。这个就是我们都看到所有的崇拜都是假的。我们想把这个下载下。因为我们也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正面的教导。你们听到这个教导的时候，就是要说的大师就是说，就是那个父想法总不会平等的话，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父亲和儿子是平等的话，这个教导是来自魔鬼。假如说，如果有人说就是说父等于儿子等于上灵的话，那这个就是那个父儿子已经已经假教导的话，何况跟那个上灵等于上灵的话，在经上电脑我们都已经记着有一条法律，就是说只有神，我们就要敬拜神的。我们这个是在那个启示录第20章第22章第9节。我们放有说的名字来念下，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中行者，比那些说着书上的言语的人都是做不人的。你要敬拜神。假如说按照那个一神教的想法的教导的话，他说如果是这个就是那个上帝是当上帝的话，他为什么不敬拜？如果他是当上帝的话，他就要敬拜。但是我们在那个启示录第4章都已经看到，就是他们那个所住在那个天上殿的要做个敬拜的话，就说没有敬拜给他。我们在对下那个启示录的话，就是他们有做那个敬拜的说，他们有没有敬拜给那个上灵？所以那个上灵都在场。启示录第4章第5有闪电的声音的雷轰从宝座中发出，这就是那个父亲耶和华的全亮，就是你到那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些有7盏的火灯在宝座前顶着。这7灯就是神的麒麟的，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麒麟我们都在面前了。为什么不向他们的敬拜？因为不给他们敬拜，因为法律记载说，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法律就是要敬拜上帝。因为不向那个7个上帝7个人敬拜的话，这个就说明的他不是上帝。你们真是就是你们真的是做一塌糊涂的事情。我们我们再会重复到那个图片上面，这就是那个上帝的宝座上面。因为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已经在天上殿的发生过的事情。这就是父亲的亚耶法，我们就是做画下。这个我们不可以，因为现在给你们教导的话，我们必须把它画下。这个是往往不可给它画。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宝座前面有那个7个灵，上帝的麒麟，这就是那个神的麒麟。我们把它简称的 F7，不是那个 F16。恐怕你们把它混到别的地方，这就是那个这个是。假如说这个上帝的7个灵的是当上帝的话，为什么那个44个长老我们刚才看到，应该他们想在这个他们面前要敬拜，我们都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看过了，他没有他敬拜的话，这个就说他不是个上帝，他不能当上帝啊。
这个我们就把它这个是不是上帝的这个灵不是上帝但是要无说发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要无说。就是大家在那个有时候拿着书卷的，拿那个一本书卷的，然后坐在那个所有的坐在顶上的话，就是向他们敬拜，就是要敬拜的话，就是父亲耶和华，向父亲耶和华敬拜，这个是第一，这个是伟大，然后这个第二，我把律师的话，这个第二就是第一、第二，他们就是像这个敬拜，却那个他们却没有向上灵敬拜，根据那个启示录第4章，就是我们刚才的阅读我们再阅读一下，就是那个启示录第4章。这个我让你们的知道，就是那个他没有向那个上的七个灵的敬拜。启示录第4章到第二个，我们从那个第9开始的话，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上帝这个灵，你注意听一下。就是我们他们开始第8节就开始敬拜，就是那个4个火先敬拜，4个火5个有5个6个翅膀，遍地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的说：神在，主神是死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者。在第9节，每逢似乎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远的这时候就是他们敬拜的时候，就向谁？就是那坐在宝座上，就是这个第一他们就是向这个敬拜。我这边画一个画绿色的，就是他们像这位敬拜，但是没有敬拜那个，就是我画黄色的那个这个灵，因为他不是上帝，因为法律记载说我们要敬拜上帝，像我说他有敬拜呢，他是个上帝，却这个灵没有他想敬拜，你们说是就是那个父亲也法等于上帝的，因为你们都是在中说这个是调解那个。三位一体的教导，一生教导的教导的话，就是说是父等于儿子等于上灵的话，这是来自的魔鬼，都是把那个所有的住在那个把那个顶上殿的事情都搞乱的，还有自卑那个至高的上帝就是把他所创造的物跟他平等的话，他们的崇拜就是要敬拜那个创造的上帝，都是来自的魔鬼，都把那个上帝父也法都搞所有的事情都搞乱的，因为他所创造的创造的，你们把这个跟他平等的。这个就是我们启示录第4章第5章，我把这个写下来。启示录第4章第5节，第五章，就是我们在那个在启示录第4章第5节。为什么就是你要就是直接向这个神灵的要敬拜的话，然后你以为是他就是有神灵，但是第那个上帝父就我们在启示录的话，就这个情况已经发生在顶上殿那里。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情况发生在顶上殿的，就是要分好父儿子上灵的话，还有只有坐那个宝座上有在给他们的敬拜的话，还有那个儿子真实在他身边，就是拿那个书卷的话，第二
给他们敬拜。所以那个上林坐在那个坐那个前面宝座前面的话，就说没有向他们敬拜。我们先读下关于这个经文的话，为了荣耀给父耶和华和耶和华说，在那个第10节。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的，这个是敬拜。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这个就是那个情况，就是那个我这边画那个白色的，他们敬拜的说，就是坐在宝座的面前，不是坐在那个七个林，就是这个红色的。他们敬拜的说，所以那个魔鬼就是那个地上的魔鬼，给他们魔鬼合作的话，他们就是敬拜的说，就像这个上的七个林，就是只有坐在那个天上殿来都按照那个上帝的旨意那就是上帝的道，就说我有执行你的旨意，天上如同地上的话，那就是那就天上殿的所住在天上殿的没有向上帝的敬拜，所以他们在地上的都敬拜在那个上帝的话。我们先读下这个马太福音的话，因为我们必须要遵守那个我们有执行的上帝的旨意天上如同地上小子们的这个经文是在那里，我们就是有我们有执行的，就是在有说给他们的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小子们，你们记得记不住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是要放有说的名字来搜索一下然后就是当时我们都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来查来搜索一下，如果你们找到的话，就请告诉我一声。找到了没有？对了，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10节。在那个马太福音的第6章是第10节。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10节。愿你的国降临的，愿你的这个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边上帝的道就教导就非常清楚，他说愿你的这个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说法是在天上殿的说法上的事情，就是没有像那个上林的敬拜的话，却在他们地上就是说一神教的教导的话，这个就是真的谦卑你把他所创造的又把他要平等的话，如果你们在这个崇拜的话，在这种的崇拜的话，你又赶快离开那里，因为这个就是责备上帝的话，然后结果就是要下地狱的话，因为都是魔鬼所做的所谓的话，却你们是这样做的。不是，我给你们已经说过了，别太固执因为要听从法律记住第4章那24个为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的，那就是你们要听好这个崇拜的话，就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就是7个灵的，
就是要放在那里，父亲也法把按照所爱的、所喜悦的，就把他们放在那个在你大的宝座前面，这个给你无光的，因为这个是他所创造的物。第十节，就是没有像那个上帝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被荣耀、尊贵、权柄的。这边就说强调。你是被荣耀尊贵权柄的。如果你要上升天上去那里，就说没有向上帝敬拜，只要敬拜到父亲亚法。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那个那些以上为地的话，还有那些以神教的话，就是他们说把那个父。这个上帝父与那个上帝的儿子都是都是为地的话，那他们都是在这个都在相唱的话，为什么他们不敬拜那个上帝的？如果是他是当上帝的话，他为什么不会？这些住在那个天上的话，为什么不会向他们敬拜？就是那个多那个24个长老，4个活物还有所有的天使连约翰的都看到这个是天上殿的礼仪重要的礼仪假如说这个上帝的是可以敬拜的话，因为这个是发生在所有的住在天上殿的，就是说。上帝的不可以敬拜的，你们都是与魔鬼同在呀！你们都是与魔鬼同在，与撒旦同在。你们要考虑因为你的旨意就是你的旨意，你的要行在天上，如同在地上。你为什么向那个上帝的敬拜的话，就是你们所有的教导，你们所做的这个是怎么回事？你们把这个上帝与上帝的平等的话，你们真的是做一塌糊涂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大比物，这个是创造物比物所还小的，也就是物所创造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这是父也法和物所创造的物，你们却要敬拜他，你们是不是？你们是太疯狂了！你们当考虑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被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这个是那个父法也无说，就是这个是发生在天上殿那里，那个证据已经掌管了上帝的这也无说已经上去天上殿的，在那个主里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荣耀给耶和华。他就是要比人民的为当上帝的话要尊贵，要荣耀，有这个是一个那因为到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因为我说上去的时候，上天堂的时候，上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都看到上帝的不会敬拜，这个是个非常真实的。就是所住在天上殿的没有向上帝的敬拜，不是，去你们所做的真的是不对呀！因为在那个上帝的其中的上的几个人是比较伟大，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宝座前面的，这个是他创造的万物还有这个上帝就是当差遣的，我们就是在那个约翰的都是被差遣的，在约翰第16章第13节，就是他是被差遣的，但是你们把他当敬拜。约翰福音第16章第13节。我们就是从那个7节开始吧。
然而我将真经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如果不去，把回事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如果去，就差他来。你们就看，要认真看一下，就是他要把他要差他来的，我们把它画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的把我们的更明白的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看那个电视的话，不管在那个网络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更清楚啊。他说啊，就差生灵的来，为了当保护师。这个保护师的话就是那个生灵，这就是与你有一直与了同在有，这个就是那个人所说到的生灵降临在人的身上，那就是那个生灵别拆来的时候，那个拆着就是那为了这个就是这个生灵是很小，这个不可以敬拜，就是我们在那个天上殿来都已经看到过了，就是放住在那个天上殿的没有一个都像那个上灵的敬拜，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不会在那个像那个上灵敬拜的话，就是别再做就是根据那个真相的话，就是我们要敬拜这个上帝，根据我说的教训的话，就是那个健全的教导的话，就教你不再犯罪，教你上帝与你同在的话，再强调一下，在这个就是有两个上帝可以敬拜，这个情况我们在那个天上殿的都看到，这两个上帝一个是伟大，一个是小的，父是伟大，儿是小的，因为父差儿子过来，所以这个就是儿子比父小，就是差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在那个我们在读下这个就是那个差的就是不会大于差他来的。因为就是因为拆人的也不能大于拆他人的，因为我说都是他都已经说别拆来的。约翰福音第16章16节，我是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的，拆人的不能大于拆他的人。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因为上灵就是别拆来的话，他就不会大于拆他来的，因为他不会不给敬拜的话，他就不是当上帝的，因为可以敬拜的话，就是父耶和华也无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天上殿的都看到你可以读下那个启示录第4章第5章，也无说的大神就祝福你们要平平安安的来到天上殿，也无说西家我们一起上去天上殿的，只有不犯罪的人才能上去天上殿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健全的教导的话，教你不犯罪的话并且我带你去那个天上殿那里，我去那里的路是非常保证的话，在马达加斯加的海岛已经有2000的人都已经不再犯罪，不会再做恶事的话，现在就是跟你们的其他的国家的话说了，进入到这个不犯罪，要跟随我说就是要西家所传播的教导，因为西家教导你们这个教导这个教训教导这个，因为就是要就是你要教你们的这个教导的话，就给你们实习的话，就是因为你有下对的话，如果你不喜欢就是上帝用火要烧掉你的话，就是要跟随我说西家要引导你们去那里100%，因为上帝的都说不要再犯罪，因为在这个一神教的教导下，还有那个三位一体的教导，都是与他们同在，都是犯罪，属于他们的都下对我要忠告你赶快
跑出来的哇，赶快跑出来的，因为这个就是违反法律，就是那个上帝。就是那个上帝的光，非至光的上帝，给你们的这边的话，只要你心行的话，就赶快熟悉的话要注意认真听那些教导的话，在那个 YouTube 上许多的教训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下。我先把这个地址，你们就能看到。我用这个演习的话，这个演习的是漂亮着，你们可以刷一下这个 YouTube 上，就是雅虎刷 TV， 你们关注，你们刷这个话，然后那个 WhatsApp 就是你们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写信给我们的话，这个就是我收到，我直接收到的话就是加。尤其是在那个其他的外国的加2613263898，就是我们那个联系方式的话，就是你可以写微信 WhatsApp 这边写那个 WhatsApp 里面可以发短信过来的话。WhatsApp 对了，你们就是通过这个 WhatsApp， 通过这个话，就是你们就可以发短信过来，这就是这个 RTV， 这就是 YouTube， 你们点击下这个就可以输入。你就可以直接跟那个西家联系吧，就是我在教导你们就直接给我联系的话然后你们如果有不明白的话，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讲，有时候就是要有安排最新那个放档的节目的话，就是你们可以联系给我们的，就是马语、汉语、法语。都是英语都可以给我们联系的话，如果你们已经信仰的话，就是直接拨这个号码的话，就是说我要报名的话熟悉的话，我该怎么做？因为我要想给你要上去听上天那里，我给你讲，你是保证的，没什么疑惑的，没什么犹豫的话，因为你只要你能除掉罪的话，我给你传播这个教导，就是要除掉你的罪的话，就是要别拆切的。我就是能说到这里的话你别拆来的到你们这里，所有就把你们不知道那个教导没有看见的教导的话，只要你们信仰的话，要去那个上去听上天那里的话对，所有的教导就是在那个 RTV 雅乌刷 TV 的话，这个是电视国际的话，这边有那个教导能证据你们不可模仿的教导，不可以偷取的教导，只有你们的信仰教训的话，就是要赶快找西家的话，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一直犯罪。只要你们所教导你们的教训的话，你们要去这里的时候，你们才能自由的，然后魔鬼就不会害你们的。像反而你有来害魔鬼，这就是真正的上帝，至高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天主的地大的名是亚法，这是一个证据。亚伯拉罕、亚撒、雅各的上帝，他说上帝不会定罪孽的祷告。如果你想要与他同在的话，你必须要坐在那个不犯罪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崇拜能除掉你们的罪的话，其实你要来到西家这边，因为西家是被亚乌刷拆来的话，你有同在的话，然后你在亚乌刷里面受过的洗礼的话，你就与亚乌刷同在的话，然后就难道带你去亚乌刷那里，你不再犯罪的话，你就非常富。这就是我的话，我们就是在
在结束之前就说，所以我们就要各个都要想，一个要思考好，就是按照我的给你教你的教导，我再说下这个地址，我再写下那个地址，恐怕有人，我再来写下，恐怕有人不会听的话，这个就是我加，这个是我们的手机号码加。这个我写大一点了，就是那个爷爷奶奶都能看到加261，我再说一遍加261328663898，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就是结束的话，你们就是要认真听到那个教导，我们最后我们要听那个教导的时候，然后你们就是信仰的时候来到西家这边，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就是要发短信的话你们如果有说法语的话，或者英语的话，或者你们有其他的语言的话，你们可以发过来的话，但是如果你们能说法语的话，英语都最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耶和华，非常感谢您的。因为你所做的都是证据的，现在那个证据的已经传导出去因为末日快到了，降临快到了，时候已经不多了，就所有的都成功了。亲爱的父，都证据他们就是他们已经的听出你的。已经听你的教导，尤其是在那个外国那里他们已经听到这个教导，不别让他们再放弃我现在已经要求你的上令的要做，要劳苦做一个工作，叫他们的思念要回到你的教导，为了让他们回到你那里，因为只有这个办法能回到你那里。要说这个都是这个教导，这个教训都是属于你的，你差我来的，我真的教导他们，我都不顾一切，为了证据他们，就是为了通过你这个流血的血在钉十字架上，别让他们对掉了，来你的上令的要引导他们，挽救他们的里面的灵魂。通过他们能够听到这个教导，愿意的上令的有把一切要教导他们，教他们的思念要打开，就是放得到，不管是谁，只要放得到上去上天那里。亲爱的父耶和华和耶和华，请你所有的你那里都要工作，要带他们去你那里，不要就要跟他们能看见能听见了，不让他们再丢掉了。然后你就把很多上令的要说服他们，还有那些已经被你选择，还有你已经被你叫要转过来去你那里，为了许多人的也可能是很少，因为很少有很多人的丢到那里再去那里很少，因为已经10亿人的都要被丢掉了。在那个烧猪，在这个烧里面的，我在要求你要许多人拯救。亲爱的父，荣耀归你，要说我放要说你的名字做了这个祷告，阿利路亚，阿门。要说祝福你们，我们下一个节目，下一个教导在前面，我有请要认真听的教导，别忘了在听教导所有的教导都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在你们的外国那里就可以刷这个 RTV 我请你们有法语、英语
还有这边有多一个知识啊，有一个知识就是还有那些知识，就是对你们的其他的国家的话，对你们的外国人的话，我想把这个网站的话，我把那个网站写在下面的话，这个就是让你们知道这个是谁家所写的。这是我们的，这是那个网站的话，你们就搜索一下那个 RTV。因为这个都是的小写啊，网站都是基本上都是小写的，雅虎刷点 com， 这就是我们的，这就是网站 RTV 雅虎刷点 com。然后你们搜这个网站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关注很多，有其他有各种的语言，还有另一个网站 RTV。哎，这是不是 H F， 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LTV HFF， 这都是网站，都是网站的啊。后面就是接下来就是要我说 RTV。啊，都是后面都是在那个区域，都是你们加那个点 com。这是在那个智能手机的话，只要你说要我刷，就是你们拿到那里，只要你们点击，你们写输入雅虎刷，啊，你们就你们就先看到这个网站，然后你们在那个网上就可以选择，你们在那个谷歌，然后就是那个 RTV 雅虎刷就出来。这个最少雅虎刷，我们就是加雅虎语，在前面写是语 ，s 啊，这就是雅虎刷 RTV。啊，浙江写的就是 RTV， 你们可以输入这个，然后你们就可以关注啊。现在有3种的语言，你们可以选择。这边有那个教导，还有那个直播的。